成日聽到 STEAM 呢個字，其實 STEAM 即係乜嘢啊？我知，等我話你聽啦。STEAM 入邊嘅 S 代表科學 T 係指科技 technology，E 係工程 engineering，A 就代表藝術 arts，M 先係數學 mathematics 啦。STEAM 就係依5個範疇嘅綜合教育，主要係培養創新能力、解決問題嘅能力和明辨性思維。咁幼稚園係點樣推薦 STEAM 嘅教學㗎？喺幼稚園，小朋友會透過遊戲同有趣活動學習，例如透過唔同嘅建構材料，鼓勵小朋友自由組合，發揮創意，當中都可以學到一啲簡單嘅物理概念㗎。我哋又會做啲簡單嘅科學實驗，例如混合顏色，睇下啲顏色嘅變化，又或者製作捕風袋，感受下風，探索科學原理，仲會應用編程教具同電子器材，等小朋友可以訓練邏輯思維及進行互動學習。當然唔少得就係同小朋友探索植物同小動物啦，可以接觸大自然啊！哇，真係好好玩喎！咁去到小學又會做啲咩嘢呢？不如等我同你哋介紹下。小學有好多專業嘅設備同器材，俾我哋進行 STEAM 學習。我哋會學習唔同嘅創新科技，就好似 3D 打印技術，亦會有運算思維課程，使用編程語言進行創作。又會學習設計同組裝機械人，仲會加入 AI 功能，發揮我哋嘅創意同解能能力。平時老師仲會利用數位學習平台同資源，同我哋進行互動學習。最難得就係以先進嘅儀器融合科學習，例如天文望遠鏡認識天文知識， IoT 水間種植系統觀察植物生長嘅過程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有關 STEAM 嘅教育內容，就記得要參加未來工程師親子 STEAM Day 活動啦！嚟緊嘅學年，我哋仲會舉辦幼小同盟聯校機械人解難大挑戰，俾大家體驗一下 STEAM 活動嘅魅力。623約定你，約定你。